咱个郭文健咯开始今日下礼拜，像咱即时甲咱个手机啊，那个关机，还是个调整好静音，互咱莫伫礼拜中啊来影响咱整个个礼拜的电视。像讲咱一边咯，把咱手机啊，把它调整为震动或者关机。
妖法如法交传，会互人的心神活起来。妖法感情确实会互憨人有智慧。妖法教示正直，会互人的心欢喜。妖法面脸清洁，会互人的目睭光明。今日请敬拜团来学乐。那我们方便的话，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来赞美我们的神。那需要休息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随时的坐下，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。因神与我们同在，他战胜一切，使我们没有忧虑，有盼望。让我们一同欢呼、赞美来歌颂我们的神。我们可以欢呼、击掌、歌唱。领受天堂来的喜乐，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。我感受你奇妙大爱，常我，他与我同在。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，我就走到你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的神，也要弹琴称颂你。让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，求神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，安静我们的心，用祷告的心。万军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，
心肠肉体向你呼吁。带我进入你的同在，我不满足，只停留现在。带我进入你的同在，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。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，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。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，充满这里，与我们相遇。让我们再从头向他祷告。万军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，我心肠肉地向你呼吁。带我进入你的同在，我不满足，只停留现在。带我进入你的同在，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。带我进入你的同在，我不满足，只停留现在。带我进入你的同在，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。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，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。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，充满这里，与我们相遇。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，燃烧每个爱慕你的心。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，充满这里，与我们相遇。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，充满这地，与我们相遇。感谢主，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有无同款奇妙的带领。咱继续敬拜圣诗533首，我真爱讲这故事。愿咱借着这首歌，叫起咱对信仰的热情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你的奥妙的爱，阮主极大的应当，因你大真爱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因为我在世上
持续站立。即是咱有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届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相亲像是讲，你着听亲边，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，甲是全身体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改变予你，就是恁着相听，亲像我捌听你，你也着安尼相听。你若相听，这人要对安尼知，你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这是咱来启应，由我来劝，咱来应。着听智慧得救，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，智慧伫城门口。这人啊，我叫你；戆直的人啊，着学习精明。着听我要讲结好的事。伫创造起头，上主先做我。伫上起头，伫创造世界以前，我出世的时也未有深烟。我出母胎的时，大山也未受造。迄时大地甲产业也未创造，也未安置穹苍，也未伫海面画地平线。伊伫空中布置云彩，甲海电界限，互海水袂搬过界，互大地下地基。迄时我伫伊身边，做个师傅头，带你，互伊欢喜。伊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，打我的囝，着听探我，着听教师来得到智慧，听探我的人真有福气。找到我的人，就是找到性命。这是咱当心来祈祷。创造天地，创造天地，听阮的主，因为你的听，你救赎阮，互阮信你的人会当成做主你的囝儿。互阮伫这福分来到伫主你面前，伫这来上主集，伫这来敬拜阿罗你。我若知影主你爱阮每一个人会当互相相听，互相扶持，互相通过你的恩赐来互相来帮助。我知影主你爱阮，给你一个合一的教会，求出阮人真软弱，无法当遵探主你所会讲的来行，无法当真心真善真意来为主你的时间来努力，也无法当做一个好的管家，也无法当做一个传福音的前边。求主你来赦免，求主你也好通过阮每一边的聚会，通过你的话，互阮会当知影主你明白阮爱做啥物代志，互阮会当一天一天会当接近主你爱阮做的每一件代志。阮伫这所在为着阮国家来祈求，互你大家有一个智慧，伫这困境的中央，互伊会当带领这个国家有一个愿望、和平、甲听的社会。我着为着阮每一个家庭会当做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互主做一家的主。求主你也互阮每一个人伫身躯顶，也是精神上，也是灵性上软弱的。
特别你也向陈天龙娘因为伊做同在，互你嘅话会当来安稳阮每一个人，坚固阮的信仰。互每一件代志所做的会当来合主你的旨意，会当伫阮日常生活中所行所带的，会当来荣耀主你的名。即使你的灵也运转伫即个所在，通过我每一句的诗歌，通过每一项的经文，通过罗无水的喙讲出的话，互阮每一个人会当明白主你的教示，会当互阮伫行伫合主你的心意。我来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你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即是咱请圣歌队来赞美。即是咱看上帝话，记载伫创世纪13章第1节到18节。第1节，亚伯兰对埃及的转去，伊甲伊的某甲伊所有的联络地拢去南地。亚伯兰的牛银金诚济，伊伫南地渐渐去伯特利，甲伯特利甲埃的中间，早前搭步边的所在。到伊起头起端的所在，亚伯兰伫遐求叫耶和华的名，甲亚伯兰同行的路地也有羊群、
牛群布边。迄个地就袂永远伫因三角徛，因为因财务济，因财袂下三角徛。阿伯人的牧者甲落地牧者相争，当时迦南人甲比利时人伫迄个地徛起。阿伯人甲落地讲：你我毋通冤家，你的牧者甲我的牧者也毋通冤家，因为咱是骨肉一亲。全地减无伫你的目睭前嘛，请你离开我，你倒边我就正边，你正边我就倒边。落地业目看约旦河一片的边洋，直到所有的路拢真润泽。迄个地伫耶和华毁灭所多玛、蛾摩拉以前，亲像耶和华的园，也亲像埃及的地。对安尼落地经约旦河一片的边洋，牵线去东西，伊就大家分开。阿伯人徛去迦南地，落地徛去边洋才会成，刷伊的布边到所多玛。所多玛人结歹，大大得罪耶和华。落地入白了后，耶和华对阿伯人讲：你业目对你所踮的所在，东西南北来看。因为你所看见一切地，我嘛拢要互你甲你的后裔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互你的后裔亲像地上的土沙，人若会算地上的土沙，才会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，并行这个地的番地，因为我要将这个地互你。阿伯人就搬刷布边，到希伯伦瓦曼里，才会双手徛起。伫遐为耶和华去一座坛。这时，咱请罗牧师来为咱建道，今日是有上帝同在，确实重要。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到我们的当中，因为今天是华语台语联合礼拜。所以泽伯要我来的时候，我问他，那就干脆讲华语。他说大家应该听得懂，我不会双声道，等一下讲台语，等一下讲华语，所以我就只讲一种，就用华语。那希望大家听得懂。大概是20年前，我曾经来过我们的教会。那时候有中兴大学的团契在这里聚会，我来为团契演讲，以后就没有来过。不过今天是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重新回来我们的教会，一起敬拜上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我们的上帝，感谢你，让我们每个礼拜天可以相聚在这里，一起分享圣经的话语，也一起来学习。我们也透过诗歌来回应你拣选的爱。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开启我们的心门。谢谢你的恩典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在读创世纪，创世纪主要就分成2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第1章到11章，第1章到11章，那大概就是讲一个概论，或者是说用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语言叫做史前史。那12章到50章，它是用4个族长的故事来再写上帝的拣选。所以创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思想，上帝拣选。那通常拣选会带来2种意义。第一个意义就是立约，有立约，这是拣选。那第二个意义是在表明有审判。那审判有带来2种的结果，一种就是惩罚，另外一种就是拯救。那这个就从整本创世纪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看到这样的背景。
那从12章开始讲拣选，我们就可以看到4个族长里面最早的一个就是亚伯拉罕。那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拣选的话，我们就很熟，告诉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什么？你的父母、你的家乡、你的亲族，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。那这个就蛮有趣了哈。我们大概要离开故乡都知道要去哪里，对不对？可是亚伯拉罕都不知道。如果你提着行李，你的家乡的人、你的父母问你说你提行李到哪里去，你说不知道，大概他不会放你去，除非你是要逃家出走。那上帝的拣选就是用这样子讲的，你要离开你的父母、你的亲族、你的故乡，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。如果我们去读约书亚记，我们读到24章，就会读到很重要的一句话，是约书亚要去世之前跟以色列民族所讲的话。他说，你们要做一个决定，是要敬拜上帝，还是要敬拜我们的祖宗。他在讲祖宗，就是讲亚伯拉罕以前的故乡哈南的地方。哈南那个地方是多神的，很多神明的崇拜的地方，你们要做一个抉择。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约书亚所讲的话来了解，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其实也是一个宗教信仰的改革，或者是宗教信仰的一个抉择。我要离开一个多神主义的地方、多神崇拜的环境，到一个独一的上帝的地方。再来，我们再看亚伯拉罕的故事，其实可以反映出以色列民族不是原来就是一个独一上帝的信仰，而是演变的，逐渐发展，而发展出来最经典的一个背景，就是在最痛苦的环境中演变出来的。那最痛苦的环境，我们如果读整本旧约的圣经，都会重复的一句话：出埃及到哪里去？到哪里？笑想啊！我就知道问这个问题，很多人都会答错。出埃及是到旷野。他们在旷野多久？那是一个什么环境？旷野是一个什么环境？旷野是有台积电的股票也不能用，有金银财宝也没有用。旷野是一个没有什么地方，没有水，没有食物。你知道没有水 AI 也没有用。什么叫 AI？AI 就是耳嗨。我们今天开口闭口，再回想一下，大概3、4年前，我们都没有雨水。你知道台积电总共花了几千万，买了好几百辆车次的水车，到处去买水。没有水，什么事都做不了。不信你看看，如果你的家大楼停水，我亲身的经验，我当兵1967年，一个很大的台风到了澎湖，所有的电缆线都吹掉，
澎湖部的司令官、指挥官下了一道命令，所有浴室的水，我们的浴室是露天的，那个水都不能用，水是要用来煮饭的，厕所都没有水，足足1个礼拜不用洗澡。每天我们发1杯水，你知道那1杯水要做什么？每天只发1杯水。当兵的时候在澎湖，那1杯水就是早上起来漱口，漱完口不能吐掉，要吐在你的双掌上，然后洗脸。每天足足1个礼拜。然后电线修好了，可以抽水了。水来了，第一件事情不是洗澡，是洗树叶。2个人一组，一个拿脸盆，一个到街上去把树叶叼下来洗树叶。为什么？因为树叶都夹着泥沙跟海水，没有洗，那个树会怎么样？会死掉。树比我们洗澡还要重要。那洗完树，整个马公的树都洗过了，再来要洗什么？洗厕所，因为厕所都堆得很高，根本不能蹲下去，所以经验到大号是用站着。这是我在澎湖当兵很深刻的印象，到现在都一直存在。没有水的地方，上帝叫亚伯拉罕离开故乡，然后开始我们一直读到以色列人发展出独一的上帝，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，是他们经验在旷野的流荡到最后，他们发现要回来到独一的上帝。这一个上帝就是在旷野当中从磐石出泉水，从天上降下什么？玛纳。玛纳好不好吃？你知道我最怕过什么节气吗？我当牧师最怕过什么节气？去参加我查经班的人都知道，我最怕中秋节。月饼好不好吃？好吃呢。信徒都会拿来，都会跟我说，牧师，这一盒月饼是为你订造的，你不能送给别人。我说好。他怕我又去送给别人，送1盒来，还故意拿1粒回去，那1盒就少1粒，送不出去。一个中秋节下来，大概20-30盒，冰箱放不进去。我们就是早上泡咖啡吃月饼，中午泡茶吃月饼，晚上泡牛奶吃月饼。你可以吃几天？吃3天，看到月饼，整个人就傻眼了。他们吃玛纳要吃几年？40年。你读约书亚记第5章，他们经过约旦河，到了吉甲扎营，第一次吃到迦南地的土产。过逾越节，第1次吃到迦南地的土产，上帝把玛纳停下来，足足40年。我们如果看民数记11章，你一定会读到他们曾经抱怨，我们每天都吃玛纳，脚没有力气，我们不要走，我们宁愿回到埃及。埃及是一个多神敬拜的环境，宁愿到埃及当奴隶，在那里有韭菜，有冬瓜，有西瓜，
有南瓜，有肉，不要钱，好好哦。人就是这个样子，在最苦难的环境中，逐渐在学习我们生命的依靠是什么。亚伯拉罕一离开哈南，上帝应许给他的12章，我们都很熟。上帝说：“你要离开你的祖先，到我拣选要给赏赐给你的地方，我要赏赐给你有很多的子孙。”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再一次重复12章的应许，他有子孙像什么一样多？天上的星星，地上的沙，要给你一大片土地，他连寄居的地方都没有。可是这是一个应许，那应许你要不要相信？亚伯拉罕相信，然后他听了，他离开了。可是离开，上帝跟他说：“我要跟你同在，我要跟你同在。”结果一出哈南，来到一个地方伯特利，马上就遇到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就是什么？迦南地有饥荒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以为迦南地是一个牛奶鱼蜜的地，其实迦南地经常发生饥荒，反而是哪里没有饥荒？埃及。埃及是当时西亚地带最富饶的土地，最富有的土地。埃及有一条什么河？每次泛滥出来，鱼都不用钱。尼罗河的下游整片三角洲都是非常肥沃的土地。我们会看到这是当时圣经的时代，所以亚伯拉罕离开哈南，进入到伯特利，第一个遇到就饥荒，然后他就举家带眷，有一个侄儿就是罗德，罗德跟着他去。罗德是亚伯拉罕弟弟的儿子，他把他带出来，因为他父亲去世，他当伯婆的有义务，他当大伯的有义务责任照顾弟弟的孩子，就把他带离开，然后跟着他走。12章在描写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有说了一句话：“我要祝福你，来祝福其他的人。”所以上帝拣选一个人，是要让这一个人有足够丰富的恩典去帮助别人。所以罗德就跟着大伯离开故乡，跟着去了。因为跟着去，虽然遇到饥荒，然后他们进埃及，这是12章，马上就写到他住的地方有饥荒，所以跑到埃及去避难。我们会看到好多次，他们都是这样，3个族长都是跑到埃及避难的。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，我们读到22章、24章就会读到以撒，也本来要进入埃及避难，被上帝挡下来。那最后一个是雅各，举家带眷进入埃及避难的。我们会看到迦南地不一定是真的没有饥荒，而常常发生饥荒，可是土地确实是肥沃。那我们会看到他们到埃及去避难，那最有趣的是亚伯拉罕一面对上帝有信心，遇到困难的时候信心就会丧失掉。我们知道
读12章，马上就会发生这个问题。上帝为什么允许亚伯兰撒谎？因为他为了要保命，跟埃及国王说：“我太太好漂亮，你要娶去当老婆就带去。”如果今天有男人是这样，这个女人一定马上告离婚。那为什么亚伯兰要这样做？因为游牧民族的社会就是这样，你为了要保命，你如果拒绝，很简单，他就把你杀掉，抢夺而来。所以为了保命，他需要的你只能给。其实这个情形跟今天经济大国在欺负经济小国是一样。你看美国说要抽多少关税，我们只能怎么样？你能说我才不鸟你啊，不然你试试看。都是一样，所以川普有一点像埃及国王。我们看这些经济大国跟游牧民族的大主，在旷野或者漂流地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会看到亚伯兰没有招架的余力，埃及国王看到他太漂亮，就把他带过去，然后给他很多聘金。可是上帝会保护出手，因为上帝拣选，上帝保护，让埃及的王宫出了状况，他发觉不对，所以他们有巫师来占卜，发觉不对。那不对的时候，就赶快叫亚伯兰来问，发觉那个已经是他的太太，气得要命，就把他驱逐出境。他就出来，可是他就从这里已经从埃及国王的手中拿到了很多什么？很多聘金礼物，金银珠宝已经很多，牛羊都很多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看到亚伯兰离开哈南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是很富有，他带了不少牛羊家眷仆人有很多仆人。我们稍微有这样的概念，10只羊大概就需要一个仆人，2只骆驼就需要一个仆人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概念，以后读创世纪再读雅各送了550头的家庭动物给他哥哥以扫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雅各确实很富有。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确实是很富有，所以他离开哈南，罗德跟着他出去，然后经过埃及的事件，他确实很有钱。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财富都不一定是幸福，请你记住这一句话，财富都不一定是幸福。刚刚好，反而家里比较少争吵，多可能问题也跟着多。这个是在教会牧会我们常常经验到。还好我有学到耶稣讲这一句话，我来不是为了处理家产的。所以常遇到会友要说，牧师，我们父母去世了，现在要分家产，麻烦你来做分配者。我都用耶稣这一句话，我来不是为这件事情来。我们常常发现信徒即使信耶稣，不要说信耶稣，当牧师也是一样，常常跟兄弟姐妹吵架，都是为了家产。
然后我们会看到今天所读的经文，他说亚伯拉罕的家畜很多，仆人也多，然后罗德跟着他，罗德也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应该是这样说，上帝拣选的人跟在他旁边的人都会蒙到祝福，所以罗德也得到祝福。那祝福大家看到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家畜很多，仆人多。可是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？水，要去水井取水，大家就争着要取水，就会吵架啊。那这个蛮有意思的啊。可是常常吵架，表示他们很富有。少就不会吵架，因为多就会吵架。教会也是这样啊，教会像现在这样最好，再多就问题更多，所以人多问题多。不要以为信耶稣教会像天堂，教会有一点像魔鬼聚集的地方。我们进神学院新生训练的第一天，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这样讲，不要以为来神学院这里就是天堂，大家都是天使，可能这里比较像黑暗的阴间。我们一听都傻眼，然后一进去才发现，哇塞，牛蛇鬼神通通来，诱惑很多。你会发现教会也是这样，因为教会是一群自己认为是罪人在聚集的地方，自己认为没有罪的举手，都没有人。自己认为有罪的举手，你们都举手。因为有罪，所以表现出来的就是人的软弱，就会容易呈现出来。你会看到亚伯拉罕跟谁都发展得非常好，罗德，可是有限的资源就是水，所以两个家族常常吵架。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很重要的经文就出现在第8节、第9节。第8节、第9节是亚伯拉罕作为一个大伯，他叫侄儿罗德来讲的话，所以第8节、第9节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要当老大的就要有这样的胸襟。他跟侄儿罗德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们是至亲，不要吵架。我们是至亲，不要吵架。我们来分开，分开。那要怎么分？你先选，你选剩下的才给我。你选东边，我就西边；你选北边，我就选南边。”这个不太容易呢，真的不太容易啊！我如果遇到信徒来问我家产的问题，到现在还是有。我虽然已经退休了，还是有查经班的人会来问这样的问题。我都会先问他一句话：你现在生活有没有困难？他们都常常会说没有，我可以生活得很好。那我就跟他说，你可以告诉你的家族的人，你们去分，剩下的就给我，没有也没有关系。他说可以这样讲吗？我说对啊，你只要愿意这样讲，他们一定很高兴，会把垃圾堆的那一块地给你。他说好，有几个真的这样讲。结果他们家族的人说：“你是在起笑啊？谁会跟他这样讲？”
大概就是太太，要不然就丈夫，都会骂他们都会讲一句话：牧师说的所以结果谁被骂？我被骂，反正我没有分到财产，没有关系。我在嘉义西门遇到一个家庭这个很不简单。这个是大哥，他在美国的太空中心 NASA 工作，然后他的父母去世，然后他回来处理财产，他回来做家庭礼拜，葬礼结束家庭礼拜，他就当着弟兄弟妹，当着弟妹就这样讲，总共弟妹6个人，他是老大，他说你们自己去分，不要分我的，不用分我的，如果一定要把我的那一份给最小的弟弟，因为最小的弟弟只有读国中毕业，而他是到美国读书的，那个最小的弟弟生活最困苦，而且又生病。他这样一讲，其他弟妹都不敢吭气，因为他说不用分给我。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跟罗德说，你先选，你选剩下的才给我就可以，我们来分开，我们是至亲，不要吵架。那我们再来看下去的第10节，第10节到13节，他就讲到非常重要的观念，拣选，你要选的是什么？我们会看到作者用了2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罗德一眼放眼看过去，整片的土地，他说他四面观看，看到约旦河谷，要注意这一句话，他说约旦谷一直延伸到索尔的整块平原，他说美丽的像什么？像伊甸园。我们在读创世纪第2章第3章都读到特别是第2章，他说伊甸园有河流，然后有树木花草，非常非常漂亮。我们在形容一个美丽的地方，都会说那里就是什么？伊甸园。你知道我们社会有一个机构叫伊甸园，知道吗？可是伊甸园是专门在收容什么的地方？身体有问题的，所以这就是要去美化人家看为不好的，用伊甸园把它形容起来。可是这里在讲的伊甸园是一片美丽的平原，有溪流，有花草树木，非常非常适合游牧民族去生活的地方。他不仅是讲伊甸园，他接下去说又像什么？埃及的什么？埃及的土地。埃及的土地，我刚才有讲过，埃及的土地是什么样的土地？肥沃的土地，就是这2个环境。所以罗德就选了。可是作者特别加了一句话，加了这一句话，就是在13节的地方，他就迁去住的一个地方，靠近哪一个城？所多玛。而所多玛是一个上帝看为罪恶的城。我们可以这样了解，如果去读19章，所多玛城后来毁灭，所多玛是当时被形容一个最繁荣的城市，大家喜欢去住那个地方。
这蛮有意思啊。等一下，你如果留下来听我演讲，我就可以告诉你一些蛮有趣的故事，都是跟选择有关系的。我们会看到他特别提醒他去选择的美丽的平原，埃及肥沃的土地，像这样的土地，如果我们大概也会选这样的地方。然后最好的土地选了，他就跟着离开亚伯拉罕，就住下来，靠近所多玛城。然后作者加了一句话：上帝不喜欢所多玛城。他说所多玛城是什么地方？邪恶，邪恶。然后罗德就在那里住下来。我们看最后一段，就14节，14节开始到最后的18节，我们会看到最好的别人选去了，那再来亚伯拉罕的心境会怎么样？我看一定是很不准哦，心里难过，要向谁倾诉？都不用讲，上帝一定知道。所以上帝出来跟亚伯拉罕说什么？说不用担心，你就放眼看一看，你所看得到的，其实那是迦南地啊，你所看得到的，我通通要给你。我每次读这一句话，我就想到几年前我应邀到阿根廷、巴拉圭跟巴西去巡回演讲，也在巴西的南美洲神学院开了1个礼拜的密集课程，神学院开了课程。那里有一个城市蛮有趣，叫伊瓜苏，那是一个巴拉圭、巴西、阿根廷3个国家的边界的地方。而有一个城市叫东方市，那个是台湾人去开拓的，没有关税，都免税的一个城市。所以到那个城市去，看起来有一点像台北，因为很多大楼就写着台北大楼、建国大楼。我去的时候以为是回到台北上，可是蛮有趣啊，蛮有趣。台湾人很多做生意，可是我到边界另外就刚刚过一条河，就是边界巴拉圭，那里有一个信徒是从屏东过去的，他们家6个兄弟姐妹，当年就是1960年代第一批移民到阿根廷的。你知道6个兄弟姐妹移民到阿根廷，阿根廷土地很大，所以阿根廷政府就说你们要多少土地自己说。你说说看，6个兄弟姐妹6个兄弟开口跟阿根廷政府说他们想要多少土地，说说看。说不出来吗？如果问你你要多少土地，他就给你。很有趣哦，这6个兄弟开会，结果跟他说要100甲，他是开出来要让阿根廷政府去删的，出价让你删，结果他说100甲，阿根廷政府马上就拨100甲，高不高兴？免费的呢，给你100甲，结果100甲土地拿过来。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？要去围墙啊！你要围起来，这一块地是我的，100甲，你就要买多少的材料去围起来？你要买杆子，要买丝网，然后要一根一根，你要买机器去弄。结果6个兄弟只做了1甲，就跟那个最小的
因为有5个公务员，1个务农的，这5个公务员说我们没有办法，只有你做农的才可以，这100甲全部给你。那一个老幺，我们就是去住那里，他们自己跟我讲，牧师100甲我还没有走完，大概就死掉。放眼看去，全部一片大平原，他连想都不敢想。后来他只要多少？只要2甲。我说啊，你在屏东不是2甲？你说对，就是2甲，够了，够了。你看，我每次读这一段经文，就会想到这一个故事。然后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什么？你看，你所看得见的范围，我通通给你；你看得见的范围，我通通要给你。然后这个不重要，他还没有得到，因为他特别声明，当时有什么人住在那里？比利洗人，那是当时迦南地的原住民住在那一块土地上，有族群住在那里，所以还没有得到，而是上帝的一个应许，一个将来的愿景要给你，以后你要去开垦的。然后上帝给他土地，还有要给他什么？人。有土地没有人没有用。你知道我们最近啊，国建署或者我们国家有很多学者都发布，再过几年我们台湾的人口会怎么样？不会增加，而会怎么样？会减少。所以不要去羡慕大楼一栋一栋盖，我们就等着瞧，有一天那些大楼没有人住。除非我们收更多的外籍劳工进来，或者收难民，或者我们自己成为难民，你都不用担心那些大楼很贵。你会看到没有人，上帝给他一大片土地，亚伯拉罕当时连生一只猫都没有，他太太不会生。然后上帝应许给他很多孩子。我们如果读到15章最有趣，上帝又讲一次，亚伯拉罕说：上帝你不要再讲，我太太都不会生，我干脆从仆人当中找一个忠实的仆人，让他来继承我的财产。然后上帝又跟他说：没有，要你自己生的。所以2个夫妻讨论了一下，17章就出来了。撒拉跟亚伯拉罕说什么？我那个女婢夏甲，你就去跟她同房，她就当你的妾，替我生孩子，替我生孩子。然后读到18章，上帝又出来讲话，没有，夏甲要自己生。夏甲说：有够好笑，我已经89岁，要怎么生？我们台语有一句话叫阿婆啊生囝，那个拼甲的。然后他躲在帐篷里面笑。上帝说：啊，你那么爱笑，所以生下孩子叫做真好笑，那个就是以撒。所以不要随便取名字，以撒的名字叫做有够好笑，就是这样子。你看上帝的应许常常是我们想象不到，却是很真实的实现出来。只要你真的跟着应许走，上帝就跟他说：我会给你土地，也会给你人。或者是这样子讲，上帝给你很多子孙，就会给你一大片土地来搭配居住。我们会看到亚伯兰每当一次移动，当上帝跟他这样讲，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造祭坛感谢上帝。祭坛是什么？
祭坛就是在敬拜上帝的地方。你看他得到上帝的应许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感谢上帝，敬拜上帝。从这里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就是虽然看不见摸不到，但是他凭着信心就这样子相信上帝讲的绝对不会落空。这也是先知以赛亚他在表达的一个观念。他说上帝的话像什么？雨水从天上落到土地里，永远不会落空，也不会收回去。上帝的话，应许的话，他不会再收回去，因为他讲的话一定就是实践出来。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相信，所以他用感谢来回应上帝的话，建造祭坛。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、雅各都一样，每迁移一个地方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感谢上帝。我在教会牧会常常遇到这样的信徒，搬家后第一件事情就做什么？家庭感恩礼拜。从南部搬迁上来，第一件事情就找教会，找到教会就去跟牧师说，能不能到我家来做礼拜。这是我到台北来也遇到的信徒，这个都是南部的，在台北的都不是这样。台北搬过来搬过去，牧师去探访，在楼下按电铃，他就问是谁啊？我说是牧师啊，你要来做什么？我说来探访，然后不方便。为什么不方便？因为家里很乱，都没有整理。跟我在台东牧会、台东关山牧会，我管你家有没有人去，没有人就跑到田里，一定找得到。那个狗还会叫，摇着尾巴带我去。去嘉义也是，只有来台北一定要预告，我都不想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晓得要感恩礼拜，所以后来我就开骂。那东门教会的信徒说，搬家不要让牧师知道。我还是会知道啊，不是吗？后来就说搬家都整理好了，才请牧师来。你会看到越近代的、越发展的、越现代的那个信仰的态度都很招经的。招经华语叫走经，是吧？走中。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，它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。我们应该要了解的，选择看起来的，我们不是在选外表的，我们要选的是有上帝跟我们同在，这个才是重要。外表看起来都会改变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，常常是被外表的给冲昏了头。我们会看到伊甸园，结果有诱惑，那就是蛇诱惑了谁？夏娃。那蛇讲的非常有意思。伊甸园里面看起来非常美，蛇对夏娃讲的话是什么？你不要听上帝的话，他跟你讲的不是真的。你看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实，他就是怕你吃了跟他一样，你会像神一样。这是第3章第5节，
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你吃了会跟上帝一样。人想不想跟上帝一样？很想哦。结果人一听这一句话，本来那一颗果实不怎么样，一听就越看越漂亮，越好吃。台语的圣经写的比较传神，他说人一看那个果实，那个眼睛就被抓住，嘎巴，眼睛就被抓了。有没有？每年的10月，台北这些百货公司都会进行什么？什么周年庆大拍卖？我在东门的时候，每年都会，每年暑假有一年暑假我们派了青年到澎湖的七美去开儿童营，然后要去的时候就跟他们说，他们那里需要的就是儿童小朋友的书包、铅笔盒、背包、水壶。只要你家里，我跟小朋友说，只要你家里有不用的，你不要用的，不是你要用的，是你根本都用不着，可以拿过来。结果拿来很多，堆积了一间教室，有很多连那个牌子都还没有拆掉，水壶啦、包包啦、衣服啦，很多很多。我都问那些拿来的父母，这个牌子这个都没有用过。他说对啊，就是去百货公司，当时一看觉得不错，又便宜又便宜。这一句话很有意思，又打折又有意思。打折2个字，眼睛就不会再闪了，眼睛就真的很大。哇，打对折嘞，买回来就放着，放到最后只好捐出来。很多都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人就因为这样陷入了诱惑当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选的是什么？有上帝跟我们同在。整本圣经最经典的一句话，你一定都会的。诗篇23篇的第4节，我纵使走过什么山谷，死荫山谷，我也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因为上帝与我同在。有上帝同在，即使是最不好的环境，看起来什么都不好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因为所有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手中。这是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最需要学习的一门功课。有了上帝，就有了一切；失去了上帝，你就失掉所有的一切。我在和信医院当宗教师，每个礼拜一，你最好不要去了，因为和信医院是什么医院？专门在治疗癌症的，除非不得已。可是我在那里常常遇到一种信徒，都是癌症末期，然后去探访，都会哭，然后就跟我说：“牧师，拜托你替我祷告。”会讲这一句话，大概都是信徒，不是信徒都不会讲祷告这一句话。我说：“你多久没有去教会？”然后他就稍微沉思一下，有40年。我说：“哦，你这40年都跑到哪里去？”他说：“很忙。”我说：“在忙什么？”
赚钱。我说哦，赚很多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就不敢再讲出来。我说你可以自己祷告。他说我已经40年没有祷告了，也不晓得要怎么祷告。我说你一定会啊，你一定会。你有参加过团契？他说有。我说有，一定会。他说哎呀，拜托啦，你替我祷告。我说上帝最不喜欢听我祷告，因为我常常替人家祷告，每次开口上帝就会说又是你你已经40年不祷告，你现在开口上帝一定吓到。他说拜托了牧师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我还是会教他教他。我就跟他说我练一句你跟我练一句。其实都是已经癌症末期的住院的，失落了上帝，你就失落所有的一切。你知道我们台语很经典，我来讲讲试试看。台语有这样的话：第一公进甘蔗后回峡崩，听过吗？以前就是回峡就是糖厂，然后种甘蔗交给糖厂，糖厂要把一只甘蔗的头跟尾都不算，因为那个是没有糖分的，或者糖比较少。然后整只甘蔗头尾切掉，只有甘蔗中间那一块去扎糖。扎出来的糖，它不是算钱给你，它是拿糖给你，总共多少可以制到多少斤，他就一袋一袋拿给你你那个糖整袋的糖回去也吃不完，所以你还要拿去柑仔店去换现金，所以换到最后就是很少，所以叫做第一公进甘蔗后回峡崩，有没有听过？有第二公呢？第二公就是拿钱拜托医生给咱摸，听得懂吗？拿钱拜托医生，拜托你摸摸我。第三公拿钱买烟来扑风，那就抽烟。第三公买烟，你会看台语在形容这些事情，都是在告诉我们，离开了上帝，离开了上帝。圣经就是跟我们讲，你拥有所有的，离开了上帝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，它就是在告诉我们，最好的背后常常隐藏的是诱惑，最好的常常隐藏着诱惑。人家看为最不好，如果有上帝在，你就不用怕，那才是永远的。愿上帝赐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，一起来祷告。主我们的上帝，感谢你。我们在看亚伯拉罕成为你拣选忠实的仆人，他在学习的路径上需要上帝你的扶持跟帮忙。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学习信仰的功课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这是咱吟圣诗576首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坐，准备心来奉献，请师兄的来实现。来，奉献的诗歌，请起立。上言带，咱请罗牧师甲咱祝祷。愿恁大家得到天父上帝疼痛，耶稣基督的救恩、圣神的相通、帮赞甲祝福，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。阿门。请坐。咱确定礼拜四的时阵，咱阁有第二场的培灵会，咱确定会休困10分钟后，咱阁继续请罗牧师来继续咱第二场的演讲。后礼拜有7月运动会吼，希望咱有报名的会准时来参加呢。这是咱请慧茹姐要不要出来？慧茹姐。感谢主哈，在礼拜5 8月8号那一天哈，
查清完成了他那个圆满的告别式完成，谢谢大家从早到晚的参与哈。也真的谢谢我们的教会的林牧师、牧师娘，还有我们的各位长职啊，我们的会友在这一年当中哈，会朝庆的带导。虽然我在这一年很煎熬哈，也常常怀疑，为什么一个那么健康的人会是这样哈？那我后来我也一直觉得上帝一定有他的旨意在啊。也许他在这么久的时间都在这个家庭也很辛苦，可能上帝觉得他应该要休息了。他现在要卸下他的劳苦重担，他的添加跟上帝同在，让他在那边得到安息。真的谢谢大家在这一年为我们家里带导啊，让我觉得我们中心教会真的像一个大家庭哈，来支持我们这个家庭，来安慰我们，照顾我们，真的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请罗牧师来为着两个家庭来祈祷。第一项，第一为调侃兄伊遗嘱，加陈天老娘因的遗嘱来带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深深的体会到生命来自你的赏赐，收回的也是上帝你的旨意。我们特别怀念曹庆弟兄，主你安息他在世上的旅程，把他接回天家。我们恳求你的慈爱怜悯，持续照顾曹庆兄他的家族，让他们在哀伤的当中能得到上帝你的安慰，让他们在处理后来的事物有上帝你圣灵的陪伴。我们也特别怀念今天早上离开我们的陈堂娘长老娘，主恳求你也看顾陈长老的家庭，让长老娘因着上帝你接回天家，他们能够得到上帝你的看顾跟保守，让他们后来在处理这些相关所有的后事，都有上帝你圣灵的引导陪伴，能够顺利完成。也恳求上帝你看顾我们的教会，不因为有弟兄姐妹离开而软弱下来，而是让我们学习得到生命在你的手中，依靠你，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也可以得到生命的力量，有坚定的信心走世上的旅程。谢谢你的恩典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就请上歌队来做会后的祝福的歌。
咱互相来请平安。啊，咱休困到11:40，互咱11:40，搁有7分钟，互咱开始第2场培灵会，吼安尼。好，像咱不要离开，咱暂时莫离开啦吼，因为第2场煞的时阵，咱就伫即个所在来用餐安尼。